伊煮的母娘，母娘芳茶起来，寒天嘛会当受水烧。我阁问，母娘面红起来，用正经的表情点头。38啊，这个囡仔，40岁的查某笑笑讲。去油干路的路是沿口仔主溪的溪谷顺流落去10外起路。过了山关，不管是山还是天的色，拢有南国的感觉。我和迄个查甫话讲袂了，两个变甲真亲。过了乌基努里，若是摩托顶顶的小村庄，就会当看到山骹油干路的园仔厝顶。这时，我决心甲讲，我要甲因同齐旅行到西摩达。伊听了真欢喜。行到油干路小客栈头前，40岁的查某现出相似的表情的时，查甫就替我讲话。伊讲要甲咱做伴同齐行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人讲旅行靠伴，世间靠情。像阮即款小人物，嘛会使互你解闷。呾紧入来通好休困。伊随亲好互安尼应。姑娘仔拢同齐看过来。因无搁讲话，表情敢若无啥，干焦歹势看我。我和大家爬上2楼，甲行李放落来。榻榻米甲拖门拢旧过垃圾。母娘伟的面芳茶起来，伫我面前跪咧，伊面红记记，双手屈曲准，地后强尾骨落地盘，伊甲囥伫榻榻米，免得倒去，茶煞漩出来。看伊遮尔惊见笑，我规个怣怣。啊，是安怎啦？这个囡仔在思春啊，你看，你看。40岁的查某哪惊着，目头澀澀，等一条手巾仔互伊。母娘加捡起来，就赶紧拭榻榻米。雄雄听着即句话，我随着想着家己，感觉我伫山关互阿婆引起的空想已经化去。